乡亲继续来看，顶礼拜落大雨，南部甲东部有袂少的农作物浸水，辛苦种植化为乌有咯。高雄大寮的菜农破开这个高丽菜内底拢烂掉，忍痛全部来弹掉。啊，这个台东南环山区的高丽菜，即摆嘛当咧大出，1万粒总受到损害，只好是俗俗啊袂掉。啊，那台东鹿野避南客河床，农民种15公顷的西瓜是袂赴抢收。 马总报销了。看过大雨过了后的菜园啊，亲像气温啊同款。这地面的菜拢浸水啊，高丽菜已经遮大粒，浸到拢烂去啊。哇，早安呢嘛是袂好。甲破开看卖咧，已经烂到袂当食，一段时间的心血拢乌有去，真是别哭无目屎。为着这规暝也无困啊，拢伫遮抽水啊，抽到尾啊真正肮脏放弃啊，无多采收啊。 过去拢毋捌严格呢，出动11台抽水机也是无法度。想要询问农村的申请，嘛无地求助。阮伫遮拄着这已经艰苦啊，搁伫遮摕来摕去。勘验达到整体的这个损害面积有达到20%，哦，那才会开始来进行启动相关天然灾害的救助的办法。 这场大雨若是东上高阳的农产，台东嘛传出袂种损害，袂赴抢收，目睭金金看西瓜拢烂去。这个都黑掉。台东南环山区3万多粒高丽菜，将近4成拢白开。受到疫情影响，价销已经真歹，想袂到佮拄着这款代志，农民真无奈。菜价不好，那个包掉的也没有人要啊。 台东农业处表示，已经启动农业灾情调查，放宽救助标准。农民若是有需要，一定要申请，以免管业受到损失。